启示录第7章。后来，我有看见4个天使徛伫地4角头，将地4面的风炸起来，互风袂吹着地、海甲一切树木。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摕用我上帝的印，对日出的所在上来。伊对有领受权柄通伤害地甲海迄4个天使大声话讲：阮还未伫上帝罗卜的头遐砍印以前，毋通伤害地、海甲树木。我听见伫以色列逐个支族中受砍印的人，拢总有144000；属犹大支族受砍印的人有12000；属流便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迦得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阿瑟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拿弗他利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马拉西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西面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利未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以撒迦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西布伦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约瑟支族的人有12000；属便雅悯支族受砍印的人有12000。后来我阁看见一大群人，无人会当计算因的数目，是对逐国、逐族群、逐民族、逐款语言来的，拢徛伫宝座甲羊羔的面前，穿白衫，手举棕树枝，因大声喊：愿拯救归伫坐伫宝座的咱的上帝，嘛归伫羊羔。所有的天使拢徛伫宝座、长老甲4个画面的周围，因伫宝座前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：阿们。愿上赞、荣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气力归伫咱的上帝，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讲：这个穿白衫是甚物人？因对倒位来？我应讲：先生，你知？后来伊甲我讲：这个人是经过大灾难出来的，因有洗因的衫，用羊羔的血洗到白，所以因伫上帝宝座前，明日伫伊的圣殿服侍伊，坐伫宝座迄位要保护因，因袂阁枵，袂阁喙焦，日头甲炎热拢袂伤害因。伫宝座中的羊羔要做因的牧者，伊要带因到活命水的泉源。上帝要对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。